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啤啤，今日整個快靚正嘅炒烏冬，椰菜雞肉炒烏冬，用急凍嘅烏冬，煙韌彈牙又好滑。我哋而家即刻開始啦。材料有雞髀2件，椰菜大概2碗半，雞蛋2隻，紅蘿蔔大概1/4碗，急凍烏冬2個。先將雞皮切走，再圈走雞骨。想方便啲嘅可以買雞扒或者雞胸肉。將雞肉切長條。醃雞肉有1/5茶匙糖、1茶匙生抽、1茶匙粟粉，撈勻佢放埋一邊先。急凍烏冬唔需要解凍，我哋先煮開，滾水放落去，唔需要滾返起，用筷子撩散，散開之後就即刻夾返上嚟。好快就會拎去炒，唔需要過冷河。如果未炒住嘅就要過冷河，咁烏冬就會保持煙韌。椰菜切絲，然後洗乾淨備用。紅蘿蔔刨皮切片，再切絲。細粒頭頭尾尾嗰啲就唔切啦。放少少油喺個鑊度，放雞肉，用中大火煎大概20秒。然後炒下佢，再推埋一邊，打2隻雞蛋，撩下雞蛋，然後又推埋一邊，放紅蘿蔔，落少少鹽喺紅蘿蔔上面。撈下佢，雞蛋煎好之後，就用隻鑊鏟切開細細粒，將雞肉同埋紅蘿蔔炒埋一齊，然後推埋一邊。補少少油，落椰菜，我落咗大概2碗半，個 pan 唔夠大，唔係都會落埋落去。啲菜炒起之後會縮水，唔係幾見食。我俾咗幾粒鹽落去菜嗰邊調味，轉大火撈炒。見到椰菜開始軟身，就可以放烏冬。俾1茶匙嘅生抽，1茶匙老抽上色，撈炒幾下。想深色啲嘅就落多少少老抽，再撈下佢。
最後加1茶匙嘅麻油，再撈勻，咁就做好噶啦。上烏冬煙韌彈口就唔可以煮咁耐。急凍烏冬本身係熟嘅，基本上煮熱就可以食啦。希望你哋都會鍾意呢個椰菜雞肉炒烏冬。我哋每個星期都會出幾個唔同嘅家常菜食譜，未諗到想食咩好，煮咩好，可以隨時上嚟睇下。歡迎大家訂閱撳鐘仔，如果可以嘅話，請幫忙分享我哋嘅頻道出去。多謝你哋嘅支持同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